點解私家路嘅鎖車費永遠都係320蚊嘅呢？唔知大家有冇一個疑問啦？無論喺成日鎖車嘅沙田第一城啦，或者係其他嘅屋苑、屋邨入邊嘅私家路啦，通常都會寫住鎖車費320蚊啦。點解會有呢一個收費嘅呢？其實呢一個收費呢，都係根據香港法例第374O章啦。道路交通私家路上泊車嘅規例入邊嘅規定嘅，當中咧喺第11章第4條嗰度咧係列明咗一個指明嘅收費嘅。咁呢個指明嘅收費咧，我哋要睇翻附表2嘅。好啦，附表2呢度咧就顯示咗呢一個指明嘅收費啦。嗱，首先鎖上一部車，你需要俾320蚊嘅一個上鎖費用啦。然之後，如果佢係移走咗你部車嘅，咁呢一個位咧，你要俾350蚊嘅。好啦，另外存放嘅費用啦，由該車輛被扣留嘅第一日後之後，每日咧就收320蚊嘅。咁呢個係根據1998年第32號法律公告咧，就列明咗呢一個費用嘅。換言之咧，其實呢一個費用咧已經27年咧冇更新過噶啦。27年前係俾呢個錢，27年後都係仲係俾緊呢個錢啦。咁所以其實而家俾咧，基本上係幾抵下添㗎，喺私家路亂咁泊車，因為你諗下啦。本身你 call 一部拖車嚟拖走部車啊，肯定唔止350蚊啊，咁其實係幾抵嘅。由於呢一個附表2上寫嘅價錢咧，唔係成日更新啦，基本上係好耐先更新一次嘅，咁所以每次嘅加幅都好大嘅。我哋睇翻啦，喺1998年之前啦，喺更新之前原來咧上鎖費只需要俾140蚊啦，移走一部車淨係需要俾200蚊啦，扣留嘅話咧每日都係俾50蚊嘅啫，咁所以咧。見到佢每一次嘅加幅都幾大下嘅。好啦，到底有咩條件之下先可以鎖上同埋移走你個車輛呢？咁其實法例上亦都有定明嘅。首先咧，你要係違反標誌或者係道路標記下停泊喺該私家路限制泊車區內嘅。咁所以咧。基本上喺好多嘅私家路入邊咧，佢都會寫明係限制泊車區，佢係唔係都寫噶啦？咁佢先有權力咧去話你係違反標誌同道路標記下停泊喺嗰個嘅限制泊車區。第二個條件咧就睇翻呢一度啦，要符合 A 或者係 B 嘅。好啦 ，A 係講啲咩咧 ？A 就話啦。架車冇人看守，而司機亦不知所蹤啦。喺冇司機，亦都個司機唔係企喺附近嘅話呢，咁你就可以鎖佢架車啦嚇。第二個條件啦，如果你唔符合 A 啦，架車上邊有人嘅，但係有人呢喺某啲情況下呢都可以鎖咗架車，就係呢一啲獲授權人員啦，或者係一個擁有人啦，佢要求個司機移走個車輛，但司機呢不能將其移走，或者拒絕或者沒有將其移走。喺咁嘅條件之下呢，亦都可以鎖車嘅。咁所以綜觀而言啦，如果你仲坐喺架車度呢，佢係唔可以貿貿然咁樣鎖你架車，唔可以，佢必須要呢係曾經驅趕過你，而你唔聽佢講啦，咁佢先可以鎖你車嘅。另外啦，相關嘅授權人員啦，或者係擁有人咧，必須要使用認可鎖車器具咧，先可以鎖到你架車。相關嘅認可鎖車器具咧，亦都喺憲報上邊有公告嘅，就係呢一堆嘅鎖車器具啦。只要唔係呢一堆鎖車器具咧，佢咁樣鎖你咧，都係唔合法嘅。咁以上咧就係有關於私家路上面泊車嘅相關法例啦。如果想了解更多嘅話咧，我建議大家咧就自己去睇一睇呢個374O章嘅法例啦。咁你會睇到更加多嘅 details 啦。同時間呢條片咧唔係鼓勵大家去喺啲私家路上邊違例咁樣停喺度啦。只不過咧係如果遇到咁嘅情況嘅時候咧，大家要識行使自己權利啦。而好多時候啦，雖然呢個374O章清楚寫明所有鎖車嘅情況同埋鎖車嘅費用啦，但始終執行法律嘅唔係一啲好熟讀法律嘅人啦，通常都係一啲保安啦，佢哋未必咁清楚了解嘅。咁你可以咧攞翻呢啲咁嘅法律咧，去同佢解釋翻啦。今集去到呢度就係咁先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